AI 觀 AI，我係 Gigi。聽 Go This Friday 又到咗我哋週五特別版，今個禮拜深入報導嘅時間。以下係今日長片內容。第一則新聞，據報阿根廷金融科技公司 Belo 有60多個 Claude 付費帳號喺短時間內無預警遭到封禁，導致核心業務一度受阻。事件之所以引發廣泛討論，係因為受影響嘅係付費商業帳號，唔係免費用戶。呢點相當關鍵，好多企業係咁以為付咗錢就有一定嘅服務保障。但今次事件清楚提醒大家，即使係付費，帳號服務都可能因為封控或誤判而突然中斷。對於依賴 AI 工具處理核心業務嘅公司嚟講，呢個係一個相當大嘅衝擊。業界討論集中喺3個風險點。第一，付費帳號嘅服務保障問題，究竟有冇 SLA， 有冇申訴機制？目前似乎都係模糊嘅。第二，企業核心數據同業務流程嘅存取可以隨時中斷，冇任何緩衝期。第三，對單一 AI 供應商過度依賴嘅系統性隱患，一旦斷線，整條業務鏈都可能癱瘓。就此，業界提出3個應對方向，建立多模型冗餘部署，唔好淨靠一個供應商，積極探索本地開源模型方案，將部分核心流程移到自己可控嘅基礎設施，以及定期備份核心數據資產，避免將所有業務押注喺單一雲端 AI 服務。簡單講，對任何 AI 服務都要有 Plan B。第二則新聞，GitHub開源項目 Andres Karpathy Skills 喺短期內快速走紅，引發開發者社群廣泛關注。項目由開發者 Forrest Chang 創建，靈感來自 AI 研究員 Andrej Karpathy， 即 Tesla 前 AI 總監、OpenAI 創始成員之一，對 LLM coding 行為嘅系列觀察。Karpathy 曾多次指出，現時大部分人用 AI coding 嘅方式都係錯嘅，一步一步告訴 AI 做咩、點做，反而限制咗 AI 嘅能力發揮。呢個項目嘅做法係將 Karpathy 嘅洞察提煉成一份可以直接安裝嘅 CLAUDIND 設定檔。安裝之後，核心理念係改變你同 AI 交流嘅方式，唔係逐步指示 AI 做咩，而係直接提供成功標準，讓 AI 自己偽方法達成目標。呢種目標導向嘅方式可以更充分發揮模型嘅推理同規劃能力，特別係喺複雜嘅多步驟任務上效果更顯著。項目目前支援 Claude Code 同 Cursor、MIT 授權開源，門檻極低，唔使改代碼，裝完即用。呢類項目快速走紅係一個信號，AI coding 方式嘅正規化可能係下一個值得留意嘅大方向。第三則新聞 ，Nose Research 嘅開源項目 Hermes Agent 累積達到10萬級 star， 截稿時仍然相當活躍。Hermes Agent 嘅設計理念係自我進化，每次對話之後 ，Agent 會自動提取並建立新技能，儲存到本地知識庫，跨 session 記住用戶編號。呢個設計令 Hermes Agent 不只係工具，更接近一個會持續學習嘅個人助理。技術上，項目支援超過200種 AI 模型，包括 OpenAI、Anthropic、本地 Ollama 等主流選擇。用戶可以自由切換底層模型而唔使改用法，部署靈活性亦係一大賣點。支援 Telegram、Discord、Slack 等多個平台，即係話你可以直接喺日常嘅通訊工具入面接入 AI Agent， 唔使另開界面。項目由 Nose Research 推出。MIT 開源授權，如果你有興趣建立一個長期記住你、持續進化嘅個人 AI Agent，Hermes Agent 係一個值得認真研究嘅選項。第四則新聞，開發者 Outchain 推出 Husu Design， 係一個兼容 Skills.h 生態嘅 AI 設計 skill， 安裝指令只需一行。NPX Skills at Outchain Shift Husu Design 之後喺任何支援嘅 AI Agent 入面輸入一句需求，就可以自動生成設計成品。項目主打嘅係設計輸出嘅多樣性，互動 App Prototype 可以即時點擊測試用戶流程，HTML 演示文稿，同時可以匯出成 PPTX、時間軸動畫，適合概念呈現同視頻素材製作，以及印刷級信息圖表，適合對外報告同社交媒體內容。官方標榜生成時間係3到30分鐘，視乎任務複雜程度。技術上，項目內置20種設計語彙作為備用框架，涵蓋唔同視覺風格方向，令 AI 唔會每次都輸出同一種外觀。授權係個人非商業使用，兼容 Claude Code、Cursor、Codex 等主流 AI Agent。Husu Design 代表嘅係一個正在興起嘅趨勢。AI 設計工具正由輔助變成主導，以前設計師用 AI 幫手改稿，而家係打一句話出完整成品。Skills.h 生態嘅快速擴展值得持續關注。第五則新聞，今次主角係 Yanacon， 中文名叫楊立坤。呢個名唔係傳媒亂譯。
2017年佢喺中國演講時，曾經喺 PPT 上正式打出楊立坤3個字，現場即刻笑咗出嚟。法國出生喺美國成名嘅 AI 大神，突然用一個咁地道嘅中文名出場，本身已經幾有戲劇性。而更戲劇性嘅係呢位楊立坤多年來一直唔太買大語言模型嗰套帳，反而長期壓住世界模型。今次佢同 Mila、紐約大學、森松西高同 Brown University 研究人員發表 Leeward Model， 針對世界模型訓練中一個核心難題提出新方案。難題係聯合陷入預測架構 JAPA 嘅婊子坍塌問題。JAPA 係 LeCan 長期倡導嘅世界模型架構方向，但喺實際訓練中有一個頑固問題。模型容易將所有輸入都影射到同一個固定向量，令學到嘅表示失去意義，即所謂坍塌。研究提出一個名為 SIGREG 嘅正則化器，令 latent embedding 嘅分佈符合高斯分佈。咁樣訓練就唔需要 stop gradient 機制或預訓練 encoder。整個模型只有1500萬個參數，喺單張 GPU 上數小時內完成訓練，結果相當驚人。喺機械人控制任務上，規劃速度比現有 Foundation Model 世界模型快48倍。更有趣嘅係，模型嘅隱空間自然地編碼咗物理規律，能夠偵測物理上不可能發生嘅事件。即係話，模型自己學識咗基本物理常識，唔係靠人手標註。Leeward Model 嘅意義唔只係呢篇論文本身，而係驗證咗 JAPA 路線喺世界模型領域嘅可行性，為更輕量嘅具身智能研究打開新方向。多謝各位一路陪我睇到最後，希望各位鍾意呢個新報導方式。以上報導係由替創香港帶俾你。如果覺得 Gigi 嘅報導講得唔錯，你哋 comment、like、share 同訂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我哋下個星期一繼續 AI 觀 AI。